有一位居士做錯事，犯咗戒，怕有因果報應，所以終日惶恐不安。後來佢嚟問我應該點做，咁我對佢講：佛慈廣大，唔怕人犯錯，只係怕唔知錯唔悔改。如果犯咗錯，能夠生起慚愧心，披露懺悔，誓不再犯，罪業就會漸漸減輕，以致消滅嘅。罪行係由心念所引起嘅，懺悔亦都應該發自內心。如果閣下能夠竭誠盡敬，恭對三寶，懺悔業障，再加以廣修善行，多作善事，久而久之，惡心必會轉善，福德自然漸增嘅。但係呢種至誠悔過嘅心，必須念念相續，即係話閣下要時刻謹記，永不再犯。咁樣惡緣就唔會生起，報應亦都無隙可乘，以至於消滅。佛經講罪從心起，將心懺，心若滅時，罪亦亡，就係呢個意思啦。懺悔可以消除罪業，就好似衣服污糟咗，只要用清水同埋去污粉洗滌，自然潔白如新。喺佛教84000法門之中，無論你修學邊一個法門，都必須以清淨無垢嘅心田去納受，所以懺悔係必要嘅修行嚟嘅。懺悔有一個先決嘅條件，就係要披露。所謂披露，就係將自己所犯嘅過錯毫無隱藏咁表白出嚟。既然要披露，就必須要有表白嘅對象。在家學佛嘅人可以虔誠對佛菩薩像前求哀懺悔嘅。佢嘅方法係咁嘅：第一，要齋戒沐浴，以示身心清淨；第二係嚴淨道場，敬備香花鮮果，以示竭誠盡敬求哀懺悔嘅決心；第三係要迎請十方諸佛菩薩，誦念佛菩薩聖號；第四係誦經持咒，例如心經、普門品、金剛經、地藏經、大悲咒、準提咒、六字大明咒等；第五要合掌表示自己嘅罪行，並立下誓願絕不再犯。懺悔者可預先自書一懺悔疏文，然後奉疏宣讀嘅。各位，喺日常生活中，一般人只係知道沐浴以潔身，但係唔懂得懺悔以淨心，任由佢沾染五欲、財色名食睡，牽涉人我是非，甚至做出種種惡行而不自覺，例如身犯殺盜淫業，口講妄語、耳語、兩舌、惡罵，意想貪嗔癡嘅事。唔少人做咗惡行，仲係懵然不知，無慚無愧，認為係理所當然嘅事。呢啲就係邪見啦。邪見係根本思想上嘅差錯，係好難救治嘅。慈悲良王寶懺講：莫輕小善，以為無福；水滴須微，漸盈大器。小善不積，無以成聖；莫輕小惡，以為無罪。小惡所積，足以滅身。所以我哋必須時常反省自己嘅行為，如有過錯，必須及時悔改，罪業必能消除。佛門有一句諺語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懺悔確實係有不可思議嘅功德嘅。